这2020年拄开始，就有30几个劳团呢是去到立法院抗议，要求提悬劳工的退休保障。这劳团甲工会呢是呼吁三党的立委，就要赶紧来推动修法，提悬头家这劳退提拨的比例，也佮有调整劳保、投保的金额的上限等等。提高劳退薪资提拨。 30个劳工团体伫立法院头前抗议，对2026年拄开始，劳团希望劳工退休金也会当有新的制度。即届因会徛出来有2项诉求，第一是针对劳退薪资部分，对民国94年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拢无提悬，头家敢若提拨劳工薪水6%，意思讲台湾的劳工退休劳退平均一个月才领6400多块。劳团要求应该提悬雇主提拨率，对6%提悬到9%，甚至是15%。劳退新制自民国94年实施，至今历时已经超过20年了。到113年，全年平均月领金额才6000多元。政府对于我们提高雇主提拨率的诉求，也迟迟未见任何回应。第二个诉求是劳保，劳团指出，目前上悬劳保、投保薪资限制卡伫45800块，已经将近10档。伫即坎投保的劳工已经有370万人，占整体投保的人数35%，超过1/3。劳团呼吁政府，若是一直无提悬上悬投保的金额，就是咧牺牲劳工的退休金，希望提悬到47700块。投保上限呢，45800。 已经多久了？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物价，还有最近的通膨的一些所有的数据呢，都让我们劳工界都非常的担忧。这种情况下来讲，对于以后的劳保年金是不是足以支应所有退休人员的生活？劳团的诉求是愈发愈大声，甚至规定人冲到立法院的车道口，就是希望会当互三党的立委听到，要求朝野立委赶紧推动修法，提供劳工完善的退休制度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